华盛顿特区维吾尔运动的负责人罗谢·阿巴斯女士已在日内瓦开展了1周的活动。她批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未能发表关于维吾尔人的报告。她指责米歇尔·巴切莱特出于对中国的恐惧，而在维吾尔人问题上采取消极态度。她呼吁米歇尔·巴切莱特不要访问东突厥散，并说：“我敦促米歇尔放弃5月访问中国的梦想。”自从集中营建立以来，那里有数百万人被拘留和杀害，不受拘束的访问是不可能的。俄罗斯盟友塞尔维亚在本周末的一次隐蔽行动中接受了一套顶端的中国防空系统。6架中共空军运20运输机周六早些时候降落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民用机场。塞尔维亚总统亚历山大基本上确认了2019年商定的这款中程对空导弹系统的交付。他在上周6说，他将在周2或周3展示塞尔维亚军队的最新骄傲。中国疫情重灾区上海近日确诊数字屡创新高，全市正展开新一轮强奸。近日，当地一名宠物饲主呈阳性被带走隔离，却没料到自己的宠物狗随后被身穿防护服的人当众杀害。爱护动物组织谴责有人以防疫为名滥杀动物，认为这起悲剧不是个别事例。法国举行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在4月10日周日举行，马克龙和勒庞胜出进入第2轮。现任总统马克龙估计获得 28.1% 的选票，名列第一，及右翼候选人勒庞则获得 23.3% 的选票。英国首相约翰逊到访吉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约翰逊居然还在有战乱的国家首都闲逛，双方围绕对乌提供长期支持进行讨论。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周6夜表决通过对伊姆兰汗总理不信任动议，伊姆兰汗成为该国历史上首位遭议会罢免的总理。这位被罢免的总理周日首次在推特上发表讲话，重申外国阴谋推翻了他的政府。但是自由斗争今天再次开始，反对外国的政权更是阴谋。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态度一直受到伊斯兰世界的称赞，但在属于伊斯兰世界的东突厥散问题上却多次表态支持中国，令维吾尔人失望。在土库曼斯坦燃烧了近50年，也被称为地狱之门的德尔韦泽天然气坑将因造成天然气流失和环境污染而关闭。在首都阿什哈巴德举行的题为土库曼斯坦的石油和天然气的国际讨论论坛上，关闭德尔韦兹天然气坑被提上了议事日程。